落到小宇宙。年兽的秘密2。顶一回，豆豆甲好朋友进入年兽的故事内底，听到咚咚咚的声音，随着惊摇拽。到底是啥物声？声是为后壁迄粒山传来的，而且无啥规律，亲像大只动物，摇摇摆摆在行。大只动物，大到会甲我搭后边的迄种哦。安尼咱要溜选无？我有，迄可能是年兽的脚步声。咱先去头前的砖头，找所在，秘咧观察，好无？好，就安尼管，大家跟对我来。四个人离开庄仔内，想要到眼前乱糟糟，四界拢是撞来走去的村民。嗨呀！年兽要来啊，紧走哦！紧，车刹较紧嘞！哇，我向你哪能去啊啦？哇，大家拢真惊吓，而且我敢若有听到因讲年兽要来啊！直接问看卖，会较清楚。阿姨你好，请问迄个咚咚的声是啥物？是安怎大家拢赶要走咧？今仔日是29暝啊！自细汉阿嬷就甲我讲，29暝这天，只要听到咚咚的脚步声，就代表年兽要来啊，就要紧离开。对哦，阮阿嬷嘛是安尼讲，恁四个嘛赶紧走，较安全。等我啦！安尼讲，敢若无人真正看过年兽。安尼大家到底是咧惊啥？可能就是因为唔知影，所以才搁较惊。咱也是照原本的计划，你甲远观察就好。村民拢走去了后，规个砖头点指指，一直到一个大片的身影，豆豆为砖仔口行入来。哇咧，狮仔头、牛身躯，有影是年兽。伊行到摇来海去，是毋是强要跋倒啊？我感觉搁较像也袂困醒的款。而且，这个腹肚咧叫的声，比单瑞讲搁较大声，一定有够妖啊！安尼伊的落山，反说是因为伊闻到庄仔内食物的香味。对啊，而且伊弄到物件，可能毋是受气，是拄困醒，脚步踏袂在。应该是安尼。不过要是爱行较晚咧，才通确定。原本四个人闭伫一丛树仔后壁，当要行到我较晚的时，是咧，我毋是调讲的。年兽有听到无？大家先莫出声，唔通互伊注意到咱这边。想袂到，年兽也是发现隐秘的所在。伊来到因的身躯边，头偏咧，鼻挖过去空遐。伊咧搞我鼻哦！伊应该是闻到你的点心。你讲要食我在点心，绝对比阮规个好食哦！年兽发出嘎嘎的声音，敢若有淡薄仔兴趣。伊当要开喙的时，今仔要互年兽食掉啊！你救伊！大家做伙逃散啊！你开的，今日个快点！
年兽到底想要创啥？看到年兽，村民又阁会有啥物反应咧？等后一集就知影咯。